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ax TV。我哋今日為大家準備咗好多精彩嘅人類女神身份。各位觀眾，你有冇念過？當你在屏幕前睇緊男女主角愛的轟轟烈烈、鬨圓洶湧嘅浪漫激吻戲嗰陣，鏡頭背後嘅女演員內心其實可能正經歷緊一場令人作嘔嘅職場霸凌。今日我哋就嚟撕開娛樂圈看似光鮮亮麗嘅遮羞布，拆解下最近 TVB 花旦劉佩玥 Moon 爆出嘅冚書手黑名單事件。事源日前 TVB 新劇《非分之罪》喺荃灣搞大型宣傳，阿 Moon 同阮浩中呢對喺單元嘅恐怖情人飾演前夫前妻嘅拍檔，因為劇中有唔少火辣親熱戲而自然成為全場焦點。本來大家都以為呢啲只係普通嘅劇集造勢，點知一向性格直爽，有嗰句講嗰句嘅阿 Moon 喺接受訪問嗰陣，竟然語出驚人，大爆原來女藝人之間私底下一直流傳住一份危險男名。但呢個消息一出，簡直就好似喺平靜嘅湖面掟咗一嚿大石頭，激起千層浪。我哋先嚟睇下阿 Moon 點講，佢大讚自己入行以嚟真係好彩，遇親嘅對手好似黃宗澤、馬國明、陳展旭呢啲視帝級人馬，全部都極有紳士風度，拍埋新戲之前一定會清清楚楚咁講明手擺邊，點樣就位，確保女方唔會覺得有任何唔舒服，呢啲就叫做真正嘅專業。至於今次同阮浩中第三次合作，阿 Moon 更加話對方根本冇當佢係女仔，大家默契十足，所以拍親熱戲完全冇間隔，可以專注投入角色。但係強烈嘅對比就喺呢度出現啦。好人對手固然有，但係披住為藝術修身外衣去乘機抽水嘅衣冠禽獸喺呢行絕對唔少。阿 Moon 毫不避忌咁透露身邊有女同事訴苦，試過喺溝通不足嘅情況下，俾男對手做咗啲極度唔舒服嘅舉動，呢種明目張膽嘅冚書手，真係聽到都令人火滾。向嚟係義氣仔女嘅阿 Moon 更加霸氣宣言，話如果俾佢撞正呢啲窿男欺負佢朋友，一定會當面開波幫手出頭。聽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既然知道對方有問題，點解受害者唔一早爆出嚟？點解仲要容許一份隱形嘅黑名單存在，而唔係直接將佢哋踢出娛樂圈？呢個正正就係我哋今日要深挖嘅核心問題，權力不對等同埋沉默成本。喺娛樂圈呢個名利場，階級觀念重到你唔信。一個初出茅廬嘅小花，面對住可能係前輩、大卡士或者係導演親信嘅男演員，就算俾人搏懵，第一時間嘅反應往往唔係反抗，而係自我懷疑，係咪我太保守？係咪人哋只係入戲太深？如果我出聲，會唔會俾人話我扮大牌難服侍，甚至從此被雪藏？呢啲顧慮就好似無形嘅枷鎖，叻到班女星鬥唔到氣。好多所謂嘅前輩就係捉住新人呢種恐懼心理，假借教戲或者劇情需要為名，行威嚇之實。更加可悲嘅係，有時連劇組人員為咗趕進度，都會選擇隻眼開隻眼閉，甚至將發聲嘅受害者塑造成麻煩製造者。所以阿 Moon 今次企出嚟呼籲女演員要勇敢發聲，無論年紀幾大，角色幾重，覺得唔舒服，當下就要 say no。呢番說話聽落簡單，但其實係需要極大嘅勇氣同底氣。佢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保護自己，其實亦都係保護對方。先小人後君子，大家講清楚底線，先至可以真正專注喺表演上面，避免產生無謂嘅誤會。其實呢種鹹豬手現象絕對唔淨止發生喺娛樂圈，我哋將個鏡頭拉闊啲睇，喺無數嘅普通辦公室入面，類似嘅職場性騷擾每日都上演緊。上司借啲耳搭膊頭，男同事講啲帶有顏色嘅有味笑話，好多打工仔為咗保住份工，都會選擇隱忍，慢慢就形成咗一種病態嘅職場默契。阿 Moon 嘅發聲，表面上係為娛樂圈女星抱不平，實際上係為所有喺職場上處於弱勢、被打壓、被侵犯嘅人打咗一支強心針。我哋不妨退一步諗，真正嘅好戲係建基於雙方嘅信任同埋對藝術嘅尊重，而絕對唔係靠 concert 同埋揩油嚟堆砌。一個連拍檔都唔識得尊重嘅演員，演技再好，骨子裏都只不過係一個三流嘅毀佬。當大家紛紛喺樣上競猜名單上嘅雞飲人物到底係邊個嘅時候，我哋反而應該將焦點放返喺點樣去改變呢個扭曲嘅生態環境。我哋需要更多好似劉佩玥咁敢言嘅藝人，去打破呢種沉默嘅螺旋，將見不得光嘅潛規則暴露喺陽光之下。同時，香港嘅影視製作公司係咪都應該與時並進，建立一套更完善嘅機制去保障演員？例如隱喻荷里活近年好流行嘅親密行為協調員
Intimacy Coordinator， 專門負責編排親熱戲同埋保障演員心理安全，等大家唔使再靠估估客或者硬食。去到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嘅係，勇敢 say no 從來都唔係一件丟臉嘅事，丟臉嘅係嗰啲利用權力去滿足一己私隱嘅加害者。阿 Moon 呢次嘅大踢爆，唔單止係一單吸睛嘅娛樂八卦，更係一場關乎職場尊嚴嘅覺醒運動。與其等一份不知名嘅黑名單去保護自己，不如將底線大聲講出嚟，因為真正嘅強大唔係你忍耐力有幾高，而係你敢於喺不公義面前畫下一道不可逾越嘅界線。各位 Max TV 嘅觀眾，你哋身邊又有冇遇過呢啲令人作嘔嘅職場鹹豬手？如果你係阿 Moon 個朋友，你又會點樣反擊？你覺得香港電視台需唔需要引入親密指導員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瘋狂討論，講出你哋嘅心聲。多謝收看，如果你鍾意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頻道。我係阿珍，下次見。